台灣計程車 Uber 講要引進東南亞國家咧用奧多擺載人客服務，7月講要佇台北的北投先來免費試辦。不過因為即馬咱的公路法是不准用奧多擺來載人客，警方總嘛有來加強稽查。若准抓到違法載客，司機會當罰10萬塊，平台業者會當罰2500萬。有可能是這駕駛驚會去犯法，所以攏無人敢接單。在新北投捷運站拍開 Uber 救車，駛入北投當地所在，結果要看一個交通工具，卻是無機車的選項，就運送貨物的機車由快閃服務，無甲一個騎車的司機就線來接單。政府目前不允許機車從事違法的商業載客活動，但 Uber 打着文化體驗的名號，在台北市北投區推動1個月的免費載客服務，被質疑用包裝話術挑戰法規，引發關注。像泰國、越南這東南亞國家，攏有機車載客平台服務。Uber 因為引入台灣拓展載客市場，選定7月佇北投先試辦，若提供免費機車特定的服務。對於這參加試辦的司機，也推出頭一轉，也有另外獎勵。出國玩的時候，會還蠻常利用的，就是去東南亞的時候，因為比較便宜。騎那個機車很恐怖。就會覺得說，如果有這個機車的載客服務，就算是被載，還是會有點怕怕的。被載也怕。不過 Uber 用機車介紹載人客，引申出違法保險問題。Uber 講會依照適用機制甲相關的規範辦理。交通部處長陳顏霈講 ，Uber 用文化體驗包裝有關違法，台北市府公運處是公開責備，講會依法嚴格查處。這應該依照這個營運的樣態事實來認定了，而不是以是否有收費來作為一個判斷哦。那如果其實這個本質上呢，我們認為其實就是一種商業營運的一個特性。我們第一次的話可能會裁處新台幣的10萬元的罰款，然後也會吊扣該次的就是營業的牌照跟駕駛人的執照。那最高的話，個人是會裁罰到新台幣20萬元。Uber 機車載人客試營運頭一天，北投警方公運處人員出現在北投捷運站進行稽查。若抓到司機違法載人客，用個吊扣這個車牌加駕照4個月，頭一擺就罰10萬，相當會罰平台業者2500萬塊。請你們不要為了短期你看到 Uber 給你的燙獎的利益，就去配合 Uber 去做違法衝撞現有體制的事。台北市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台灣所謂平台有要接受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攏譴責 Uber 挑戰法律，和台北市政府好好主動調查，也呼籲外送員嘛安尼做。記者綜合報道。